各位球迷大家好，我係 Nicole， 我係 Lifu。2026年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第一次見大家，我祝各位撐本地波嘅球迷新一年事事順利，撐嗰隊波就贏贏贏。我就祝各位球迷2026年萬事勝意，心想事成。乜你講到好似農曆新年拜年咁嘅？咩都好啦，最緊要大家繼續撐本地波啊！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去睇下上個禮拜嘅港超聯精華節目先。2026年第一場港超聯嘅聯賽賽事啊，大埔喺主場大埔運動場對住九龍城啊，綠衫黑褲就係主隊嘅大埔啦。咁而穿起米白色波衫嘅呢，就係作客嘅九龍城啊。大埔咧喺近呢幾場嘅聯賽咧，最後都失分未贏過波噶，咁所以呢場波咧佢哋都好想盡快攞到3分。咁但係率先發動攻勢咧就係九龍城啦，卡朗俾到何龍浩頭圖布里 set 翻俾卡朗，第一個嘅射門咧就唔中目標嘅。咁之後就到大埔嘅還擊啦，費蘭道 set 到過嚟，陳少君做個傳中，佢就舉起雙手投訴就手球喎，球證咧就冇遮冇掩就話冇事，俾個慢鏡大家睇，球迷去判斷到底有冇手球啦。咁之後有個角球嘅機會啦，大埔嚟自伊高沙托尼嘅處理，刻意請翻個頭柱，馬卡雷納去攝唔到，唔緊要，陳少君喺度啊！2026年聯賽嘅第一個入波嚟自 Philip 陳少君，呢下門前揾波快啦，輕輕鬆鬆頭錘1點，咁幫大埔喺12分鐘領先1-0啊！咁啊，既然高波 work， 今日繼續嘅咯，馬卡雷納45度角做個斜傳，伊高就撈翻去後邊俾韋法頓啦。韋法頓控一控，見到費蘭道喺度喎，費蘭道再扯到埋去，但係就啱啱好過咗盧卡斯個頭。大埔上半場咧喺兩邊做好多45度角嘅傳中嘅，去破九龍城嘅密集啦。咁啊頭半個鐘咧收到幾唔錯嘅成效，控制咗戰局嘅。咁但係半個鐘打後咧，九龍城就有呢一啲嘅反擊機會啦。卡朗整個過頭，李俊廷立唔到個波之後，雷仙奴嘅粒射咧就將個波送翻俾謝家榮啫。但係組織上嘅失誤啦，馬卡雷納俾阿嘉豪攞唔到，顏卓斌就接唔到李俊廷再俾到過嚟雷仙奴，一路長驅直進，一路掕吸翻去自己嘅右腳位，咬腰一射，33分鐘幫九龍城追成1-1平手啊！賭過入波，咁啊都幾興奮啊！見到雷仙奴呢度，雷仙奴雖然入波最後係寫上佢嘅名字啦，但係李俊廷嘅功勞都好大，因為佢個波就係李俊廷搶翻嚟啊！咁之後大埔就俾人追平啊，咁啊要加快翻個進攻節奏咯。李家豪嘅傳中，馬卡雷納第一時間嘅抽射，射得靚，救得亦靚，最老土嘅7個字咧都要用一用啦。呢個肥丸咧都撲得非常之好嘅。馬卡雷納第一個射門啦，見到個姿勢分都攞晒㗎啦。之後大埔又有角球攻勢喎，諗住又整到球啦。呢度頂翻出嚟，家豪空甩腳，大件事啦。雷仙奴一路推，喺度望到右邊見到卡朗喺度啊，卡朗立到個波，推到入禁區，右腳做個傳中，中堅嘅姜俊賢殺到上嚟，44分鐘幫九龍城反超前2-1，揼開個頭巾慶祝下先。呢個就係李家豪嘅犯錯啦，令到九龍城有個反擊3打1嘅。姜俊賢作為個中堅咧，都殺到上嚟整翻球先。上半場就係咁啦，九龍城領先2-1，咁所以大埔下半場咧作出2個換人調動先，杜國瑜咧同天姆高夫斯基都後備入替。伊高今日做好多個傳中噶啦，見到天姆高夫斯基入到嚟就再做多啲啦，今次咧就收唔到成效喎。咁伊高今日喺左邊都頻發爛噶啦，同馬加雷納有時會調下位踢啦，表現都幾生嘅。之後又係伊高沙托尼嘅角球啦，扯到埋嚟。之後費蘭道加多頭啦，喺禁區內咧有個混戰嘅，加比爾就揾波快，分翻過嚟俾阿伊高先，伊高就翻順右腳，再扯到埋去後備入替嘅杜國瑜啊，63分鐘幫大埔追平2-2，呢一個入波咧亦都係杜國瑜加盟大埔以嚟嘅第一個入波，非常之緊要啦，追成2-2平手，唔做多餘嘅慶祝啦，快啲執翻個波去中圈開啦，因為佢哋呢場波係要攞3分嘅。之後九龍城亦都有個罰球嘅攻勢啊，佢就龍子軒同雷仙奴去處理啦。龍子軒左腳扯到埋去，基斯咬後一線噶啦，你就一走啦，線都翻埋去，製造咗少少嘅混戰。不過佢線完嗰下咧，姜俊賢嘅入攝亦都越位在先。你有罰球，我都有罰球喎。睇下費蘭道嘅處理又係點？這對後柱馬卡雷納佢就話今次實食冇黐牙。80分鐘幫大埔由落後再反先，去到3-2。呢下就九龍城防線就跟得唔係好足啦，曾錦圖就冇跟實馬卡雷納，俾咗個機會佢㗎。
大埔今日就憑住3個死球咧，去製造咗3個入波出嚟。去到尾段，九龍城冇放棄㗎，龍子軒嘅傳中，雷仙奴 set 到埋嚟中間，李俊廷咬腰一射過唔到謝家榮。去到尾段啦，九龍城就會入咗黃樂一啦、曾錦圖啦等等入嚟咧，去加強個攻力㗎啦。咁但係始終咧可以用到嘅進攻球員的而且確就唔太多。李俊廷今日發揮都算係咁㗎啦。最後一擊㗎啦，余佩康佢個高波上嚟，基斯 set 到埋嚟中間。李俊廷想鬥入去禁區，但係始終就冇人地帶啦。謝家榮就接晒。最終呢場波大埔由領先落後再領先3-2擊敗九龍城，攞到2026年第一個嘅3分。眾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，榜首鬥榜尾嘅賽事啦，榜首傑志啦，作客對住榜尾球隊就港會嘅比賽。深藍色波衫主場之利嘅港會啦，咁住白色戰呢就作客嘅傑志嘅。咁啊，傑志之前嘅20次對碰方面全部都贏晒呢個港會嘅，和都未和過。叫開步做階段啫，倒戈比提好靚長傳送到埋嚟，射手亞祖安咁啊，成處門將出迎之際啊，吸過埋場嘅門將亞力斯，將波送入去呢就網窩入面啦。5分鐘已經先開紀錄啦嚇。咁呢球波亦都係屬於咧亞祖安啦，本球季單計港超聯方面第5個聯賽入球，剛賽次係第7球波添啦，好淡定啊呢下。咁加上咧就門將出嚟亦都唔夠狠啊嚇，教埋亞祖安點做。你出得咁慢之後就輕輕一級過埋，你入埋空門就搞掂先啦。亞祖安嘅入球，另一次機會啦，右手邊位置嘅差傳啦，神田夢實粒個高波埋嚟，呢邊咧就頭槌轟炸，都係嚟自佢啦。亞祖安一傳先嚟自一隻慈英㗎嚇，呢個右閘都頻頻助攻啊，尤其是上半場方面啦嚇，好積極啊上前幫手，包括收中間位置啲差傳添。但係頭先亞祖安都少受壓啊，頂得唔算話太過輕鬆。比提助攻如何先啊？底線刮到埋嚟，亞祖安鬧翻埋中間，虎尾腳出動埋㗎啦，就係20號仔咧就利安道啊嚇，人前波後冇辦法呢下，好尷尬嘅，好難射呢球波，純粹一試咁解啫。虎尾腳嘅利安道，嗱明顯啦，亞祖安啦、利安道呢啲新加盟嘅西班牙外援方面啦，今個球季都交足功課啊，再嚟多次咯。咁但係上半場咧，大部分嘅機會都嚟自再傑志啊。咁啊，前西班牙嘅國腳伊拿拉文迪爭啲可以攞到咧，就係效力啊，傑志嚟嘅第1球啦。呢個波嚟抽到埋去噶，啱就俾咧就救空門大王啊，莫雷拉就頂翻住先。做個架球機會，做個3角，陳俊樂片個直線，利安道再撈翻橫之下，後上接應神田夢沙，右腳區射得手先啦，射翻相反方向，着腳套呃到實一實添啊嚇！以為攞個箍筍波翻更衣室啦，原來唔係喎，去到補時嘅3分鐘啊，上半場呢邊呢就係港會啦，回敬1球啊，嚟自莫雷拉嘅角球傳中。好靚呢下，啱捽過咗就2個咧就傑志嘅守衞，咁結果咧就益晒呢邊嘅安素頂成1-2先。叫新加盟嘅黃浩俊響度啦嚇，呢場賽事咧就屬於傑志嘅後備球員。咁之後見到就早年路嘅入替啦 ，chop 個高波埋嚟，咁啊亞力斯啊打出不遠，再呢邊半魔力就一飛衝天先啦，就利安道嘅補射啊。咁啊早年路咧就下半場就入替咗呢個就神田夢實啦嚇。住利安道呢腳就尷尬些少，呢個波彈地幅度係比較勁嘅嚇，再一撻就好容易咧就一飛衝天嘅啦。仲有一個咧就轉手圍攻嘅機會啦，就最後就頂翻轉頭好尷尬啊嚇，益晒就肯迪啦，俾翻上嚟，仲有亞祖安啱啱甩開對手，再 send 翻埋中間，結果就俾鄭俊弘一將功補過爆翻先，然之後亞祖安自己再補多腳，亦都咧就唔能夠命中目標噃，未能夠單場就梅開2度主。再多次啦，通埋坑渠添啊！呢球波啊嚇，利安道好瀟灑，但係澤偉選擇自己借喎呢下，唔容易入啦。當然啦，純粹一搏咁解啫，超窄角度都唔緊要啦。咁啊，最終呢場賽事榜首鬥榜尾，就榜首贏榜尾嘅傑志2-1險勝而回，擊敗咗港會，全取3分，恭喜傑志！睇下個積分榜，贏波嘅傑志26分，繼續高居榜首。同樣贏波嘅大埔就29分，跟隨其後排第2。第3至第5位順序就有理文、高力北區同埋九龍城。
第6至第8位嘅官中南區、東區同埋東方都係有11分喺手，而少佢哋1分嘅標準流浪就排緊喺第9，排榜尾就係得4分嘅港會。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撐本地波之餘，仲要記得 follow 我撐本地波 Facebook、IG 同埋 subscribe 我撐本地波嘅 YouTube channel啊！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